社安基金会证实讲，这台北大巨蛋防火逃生避难安全验证已经完成。台北市体育局也回应讲，未来只要经营者万雄集团甲相关的资料送到市政府申请，就会当依照台北市的驻地条例，这大巨蛋就会当办演唱会等等的大型活动咯。万雄表示讲，这人数上限的部分，因为根据安全大大开放。月初，中职中信兄弟队伫大巨蛋的主题旅活动比赛了后，邀请韩星来演唱，34,506个观众，是大巨蛋入场人数的第2关。未来除了体育比赛，大巨蛋嘛会当举办演唱会这款大型的活动。消安基金会证实讲，最近已经完成验证报告，交外面的委员检视。20载起，最后一个委员已经看完检视报告，统计验证大巨蛋就会当办演唱会。目前依照相关的期程。大概最快可以看到就是10月5号国庆晚会在大巨蛋的举办。那当然，我们也都非常积极持续的在和立法院、内政部这边沟通协调。大巨蛋这届验证重点是，当咧举办非体育的比赛，疏散甲避难的动线是不是经过顺？伫验证的过程内底，相关的人员拢有顺利完成任务。消安基金会认为无确实的动作，嘛拢有写伫报告。请万雄改善，有一些细项，包括动线啊，然后人员的动作啊，这需要做调整。万雄强调讲，验证的完成时间，拢比避难所需要改善时间较少，因那人数的上限会照宽屏的标准，考虑到安全，会慢慢增加，慢慢开放。虽然统计认证要办这个活动，嘛拢要向市政府的体育局申请。后续大巨蛋若要举办如演唱会等非体育赛事临时性的活动，远雄巨蛋公司或活动主办单位需向体育局提出申请。市政府收到验证这款申请资料了，会照台北市大型军事活动安全管理驻地条例，调去跨局处的会议审查。若确认定序完毕，安全无问题了，就会当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